父亲，我已经召集了护城军的几位叔伯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芊芊啊，最近在玄虎城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习惯，父亲母亲待我像亲女儿一样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您是打算让他留下？玩的差不多了，也该回你们花园城了。您是要让他去送死吗？此事本就因他而起，你们不仅不愿意让他承担责任，反倒牺牲我们玄虎护城军的兄弟。此事万一有诈呢？这花园美人计当真好用啊，一环扣一环。你们怎么吃起亏来没完？城主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与花园城的纷争，楚继任城主，早晚都会切断与玄武城的巫石矿交易。到那个时候，玄武城的男人就只能去种地了，或者像花园城一样发展布料产业，女人养家糊口。女人赚钱，那谁来当家呀？自然是女人啊。怎么可能？那不跟你们花园城一样啊？和花园城一样有什么不好？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你不是说女人多么厉害呢？为什么不去求女人，还不是在这里求自己的夫君，让硕儿再来求我？我要是求女人，你也得放权给女人啊。放权？说起武艺兵法，以前你们花园城有个裴武将算一号人物，其他女人上战场，那就是一个笑话。你处处看不起女人，最终还不是要把一个女人推出去解决问题？谁说玄虎城没有女人带兵打仗？芊芊，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女人的命运就该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钱要自己赚，兵要自己带，这样才不会被别人贬得一文不值。李思君，当年我父亲临终前将玄符托付于你，如今我想要回玄虎护城军，你可愿交还？不能给。玄符拿来。花老思君的托付，属下断不敢忘。花思君，玄符在此，护城军任您差遣。你起来吧。终于等到您重回军营了。想当年您鲜衣怒马，那仪态那气魄，就是可惜嫁人太早了。夫人，你真的要出征花园城吗？你要是敢出兵，我就休了你。笑话！休书！我先休了你，我忍你很久。女人不能带兵打仗，你大概忘了，当年被我打倒，连马都跪下了。你也不要忘了，你还是城主夫人。城主夫人我也已经做腻了，既然是你给的荣耀，不要也罢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花思君，不再是城主夫人。我有我自己的荣耀。你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！母亲，全都反了！父亲，硕儿，为何父亲没有心机，还会心痛至此？啊！我这儿媳妇娶的，我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啊！
这花园城的女人，当真是红颜祸水呀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谢谢你。我只是做出了我自己想要的选择。女人该活出自己，不依靠任何人，这话没错。